叶方。叶方，诶，收分机啊，你准备泡咖啡一下啊，见没？下晡啊，我11點了，我去困了。哈？明仔是밤山咧，你知唔知？哦，食咩？得做，啊得做。？Hello，Hello，大家好。跟我来。诶，啷个咩？开始啊！你見得講嘅面啊？見得講未？安尼是你講你可以看無？看不来。看無？看無呢？看無？哦，看無咩？看有無。看有，伊是伊家己早起，伊講伊看無。有啦，有看有啊，攏看有，看有清。看不啊？哦。你家己早，你家己你就看無。哎呦，去先熱甲你看伊流汗，伊看無。我最辛苦。我才多最辛苦啊！哦。我9點半了，我還未洗身軀啊。頭先我睡，今晚才睡吼。哦。你甲大家講你睡辛苦。哦，好啦，啊你要去困啊無？你困。哎，那麼最辛苦。大人免遐早睡啊，大人無遐早睡，好不好？會使嗎？你聽見得講好嘅話。一球都還沒有。是嗎？誒，我實一下，不開始一下。係啊，現在大人要開始開講啊，咱就無在遮，好不好？好，你就去，好不好？會使嗎？冇，你想要看？哎，你看無？我就看。哎呀！各位聽眾，各位大歡迎路lang到底嚟邊啲客家人節目。今日早起。落嚟咩？今日即係我人嘅話題就是飼囝。因為這禮拜咧，我就幾日嚟特別嘅邊，喺甲我講話咧，特別嘅邊老趙介紹起成青子歡迎。Hello，大家好。好，真久無對來啊！喂，你分機嘅話題是唔是要刷較早啊？有個有老趙後調，歡迎後調阿龍。你哋大愛我。我覺得是無驚嘅。無驚嘅人起來，無驚嘅人起來講飼囝都對咱有資格哦。直接叫買嚟。不，人哋有驚嘛，真係啦。有驚無攤嚟就講驚。有啦，有一個有驚，有個有老趙林林歡迎。有，hello，有啊。OK，hello，歡迎。林有驚啊？冇啊，未喎。你一個往前招啊，就特別嘅邊喎，是最。即係有好嘢所在過嚟，就是我新嘅朋友嚟，台灣嘅朋友嚟。台灣嘅朋友嚟啊！我台灣嘅特別嘅邊，你係咩啊？啊，你做咩上一個畫面好你家己？大家好，我是小雅，伊是中明，伊是前面。特別我是攏總是用化名，唔用真名嘅，你有化名哦。化名哦。假名。安怎講？啥物安尼？點解你讀冊時啊？叫等讀冊時啊？有人叫你咩化名？讀冊時陣嘅名哦。小雅，小雅，大小的小文雅的雅。對啊，特別有化名，攏人講人無愛叫你真名，是叫你。什麼意思？花名啊。花名哦，花名哦。冇花名呢。你要想一個，你無想一個吼。你互我時間，我慢慢想。問小姑咯。你好笑。因為笑啊。好啦。係啊。OK。係啊，你好笑。嗱，有驚啦，來甲我講下你有幾個驚？我兩個囝。雙生仔囝。是雙生啊？是啊，雙生兩個攏即馬三歲半。哦。แล้วลูกจะว่าไม่รู้นั่นจะ當然這禮拜我人未講嘅話題是飼囝咯。係
嘿，为了饲囝，你无还未有囝的时候，到当今你有囝了，虾米物件改变第一大呢？你讲有囝了，有囝了，改变较大。就是安尼啊，就是你做啥物代志，因就拢会搁边啊，就是无法度。24点钟。啊，你讲哦，就是你讲无？哦，好，安尼看。哦，就是安尼，无法度，无自由啊，就是家己爱变做你的生活拢是爱伊。你有够困咯，阿妹有够困咯。就因好，好，莫搁用啊，嘿啊，啊，就是啥物拢有意见啊，愈大汉意见愈好啦，吼，妈妈讲，好啊，大家咧开讲啊，讲饲囝啦，你感觉你有啥物意见要甲大家，啊，到底，有无？咱嘛解释者就是咱个台湾嘛，无啉水呢。阿咩啊？伊讲你食物件乃无啉水啦。哦，来啉水，来啉水。啉水啊，会使吗？呀，有哪只有哪啉？你烦恼伊喙焦是无？感谢。开气。哦。你真正趣味诶。你做趣味诶呢？你烦。伊头拄食啥物物件？你就注意人食物件就。搞我想哦，要注意人食物件，搞我想。你哪好笑？好笑啊！搞啊搞。是啊。是啊，你哪好笑？是啊。嘿啦，嘿啊，就是差不多就是安尼啊嘛。改变。就是上大改变，就是啥物代志拢爱伊，伊用心嘛。敢若是囡仔啦。你人无惊人无惊人啦，啥着是惊虾米物件第坎坷？妈妈，你系妈妈轻松嘞。饲囝我拢感觉着饲囝是虾米啊？来了，台湾妈妈。你讲饲囝安怎？我讲你飼囝感覺到第一坎坷物件是啥物？第一坎坷做到。我感覺上艱苦應該是其實家己帶囝是變做囝的意見，你閣會使慢慢啊甲伊，因為你有了解伊，伊嘛有了解你嘛，所以其實因若是起反，若是開始愈還是性地開始上去，迄種囡仔你了解啊，但是我感覺其實上困難的是甲你身軀邊啊，譬如講甲你家己的老爸老母家己的是大人，還是甲邊仔的人，就是真儕人因其實是好意好心，想要甲你鬥相共，還是想要甲你互你一寡建議，還是想要對你的囝好，但是有時陣可能咱有咱家己的想法，啊要安怎去解說互別人聽，就是我感覺迄對我來講是較愛開時間，較困難，像你說你。我看就是这样子。是吗？愛換，來換你就意思等我猜下，意思是講成個家己個是個我哋要見的是別人，是別人來解禱告，會解禱告是坎坷。哇，就是意見無相咯。誒，我睇到伊。嚇？你睇到咩？我冚住伊先係。OK， 我先冚住你先嗬。伊是講飼囝嘅話啦，第一艱苦嘅部分咧，就是講你家己飼嘅東西，你家己嘅想法，你家己嘅對 A、B、C、D、E 來行。特別你身邊真濟厝內人啊，真濟朋友啊，伊家己有可能有家己有個囡仔嘅，啊，咱感覺講，你安尼款飼囝唔對，因互你真濟意見，為囡仔好嘅，特別即係對你來講是第頭疼嘅咯，安尼，你家己有家己嘅方式，啊，咱別人我互你意見咧，你做家己誠亂咯。唔係插上嚟啊！特別其實伊講嘅物件真清楚，人個都聽有。
你個有聽人嗬？台灣媽咩？台灣媽媽個有聽人喎。我驚講佢有聽我講係咪物件？安怎有聽台灣？咱係學緊話聲啦。因為咱人較牛咯，咱講會較好聽咯。你叫伊甲豆嘅講話。豆嘅如果咱講豆嘅，如果伊個會曉聽咱講嘅學緊話較濟，還是曉聽豆嘅學緊話較濟？我感覺伊會曉聽咱講嘅較濟。哦，我感覺啦。豆嘅福建話是會妹福建嘛？唔是，伊嘅唔是學會妹福建嚟，伊嘅無像，伊嘅是飛來飛去嘅，咱我未記。豆嘅，咱是飛來飛去，嗰是飛來飛去，咱伊是飛來飛去嘅咯。咱你是檳城福建個厦門福建，豆嘅是後尾門福建。後尾門學嘅。有嘅，OK，咱問下青枝咧，青枝垃圾就飼囝，你坎坷嘅為是係咩物件？我甲你講啊，我有食一個孫啊，我 enjoy 我嘅孫甲了，佚佗甲伊人。啊！我要改人咧，你坎坷嘅時啊，要教死人啊！嚇 discipline。嚇 discipline。英國中甲伊個兩個兄弟啊，真正會養真乖嘅 ，because 伊個爹甲伊媽真正分啊，較嚴甲伊人。伊人若是來我個厝拜六禮拜啊，佚佗了要對個點鐘，伊人會曉家己撿伊個紅歕啊，甲了伊個袋伊個冊甲了啊，撿甲了起來。有誒，我個朋友個囝來啊。來佚佗，我互伊佚佗我個孫個紅歕啊咩啊！哇，歡喜流咗對啊，甲咱走成了咧厝。唔個亂。甲咱拍甲咧，我第一頭聽。我感覺你們真係嚴嘅咯，但是你有家己驚過，你們是真嚴是不是？因為咱細漢大漢啊，咱家己老爸老母啊，伊遐嚴甲咱嘛。伊教咱是教咱了細漢大漢啊起來啊，教了就要領味，就要物件係有對位嘛。所在哈。啊，特別睇下我看睇下囡仔，哎呦，我點袂打閒。成個就歹。嚇，你去菜館去食，你看有個細漢的啊。哇！伊講啊啥講佢哋，我袂打閒嘅。講佢。唔知啊，我同你講，王晶有教囡仔做戲，教囡仔跳舞嘅嘛。然後上有拄就講有 workshop 啦，伊 workshop 讓爸母帶人過來，帶人來了，譬如講早起10點為伊 class 早起10點就開始啦，但係讓10點落嚟自家教咗。咁裏邊嘅囡仔嗰度就無等啊，往10點就 start 啊嘛。啊裏邊嘅囡仔咪妥咯，讓話教咧啊，讓有講sorry 話講，不要緊啊，讓家己嘅感覺講學囡仔 miss 掉10分鐘不要緊咗。特別往嘅角度無相咗，往嘅 angle 無相咗。往咁話講，當佢唔是你囡仔 miss 掉10分鐘不要緊咗，所以你囡仔唔知講 miss 掉10分鐘對伊來講有蝦米影響咗。所以你若是啲伊邊正解，伊講嗬，不要緊嘅人 miss 掉10分鐘 ，it's okay 啊，and 嗰是唔對嘅，就是往上嚟都對，肯定白冇咯。所以咁話就講嗬，不要緊啊，根本囡仔蝕本係買10分鐘，特別如按你講 condone 這種嘅蝕本嘅話咧 ，actually 對伊嚟講，不單係大係咧，就很好嘅 ，because 變咗伊做咩嘅一邊準時嗰度，人10點咪10點4就咁就緊咯。對，啊，你講對 ，because 阿囡仔唔知嘛，伊對伊點嘛。對，所以 parents 同我講嗬 ，no it's okay，it's okay，miss 10 minutes only it's okay。往時大家爸母講嘛 ，no it's not okay，因點樣準時教嘅。你拔到阿冇伊拔到伊關係啦，後面咪解變換2字換3字啊，安尼係到伊嘅。啊，你咪是成個淡啊，咱嘅台灣媽媽講嘅嚟咯，別人教你教多教。冇錯咯，但係有陣時，就是講有陣時有當今嘅少年嘅爸母嗬，覺得真係成日見到咯，後面咪叫有冇愛做啊，後面做艱苦做，後面做，後面咪叫本是格格嚟做，後面咪叫本是媽媽做好咗嘅了。啊，你講對，我有一個朋友。
青子，你會請 headphone 請你麥夾餅。哦，sorry。你講特啲。Hello，話對嚟啊，對嚟啊，即係。anh đó成幾人唔嚟啊？叫咩？冇影咩？冇影嘅，佢俾台灣 import 嚟 mother 接嚟咗。係啦。喏。無聊啊！我朋友話，要來就話啦，係後生啊，所以晒寫後生就。嚇。哇！成家成啊！我捌看，我請我去伊個厝要教我做雞，點聲教伊叫伊後生去穿衫，要去學咋？伊後生，哇！講個伊個骹動去塗骹，伊講我骹叫我買去學。發生地。阿骹叫買去學唔要緊。免去啊，說免去啊。啊？你聽到？啊，聽到個名啊。伊嘛，我錯啦，我就請叫我講嚇，你今間日買去我就唔要緊啊，伊講唔要緊啊，自己嘢唔要緊。我講自己你自己我等即係伊咪成節路知唔知？早上阿龍講你啦。伊嘛甲嗲甲行啊，唔要緊啊。是安尼看咯，睇下動機咩？或者咧，你未賴囡仔 ，because 囡仔唔知嘛。伊老爸老母特別解嘛，對唔對？對。你講 OK，嗰個另外一個就是嗰個細漢講起啦嚇，細漢 baby 是講起。就是咱捌個囡仔個啥 baby 換淋冰嘅，你看就捌個。我捌。你捌，青子來講下，你講一張。我個我孫啊，我這是大孫啊，一出世啊2個月啊，我哥就去英國了啦。然後一出世2個月。我大嫂就去英國去join 我哥了嘛。哦。所以伊上這 winter 點樣樣驚上冷，所以老嘅 baby，所以老係去厝咯，所以我學我媽個，所以我人家都鬥下手我媽啦，但是 baby 好啊，換淋冰可以食牛奶食牛奶。泡牛奶，我帶佢食，然後伊淋冰幫住我無帶住我換，伊又幫晒哎喲。Tapi 即係 actually 按真係是真無好，應該囡仔應該爸母講，唔是講媽講，唔是哥，唔是姑講嘅，應該是爸母家己講嘅對。無管你去下面所在本好啦，你應該錯掉，應該囡仔是你生出來嘅。冇啦，按住我I disagree， 當因為大家負責時代無相，絕對冇。我冇贊成呢部咯，但是講有嘢當今嘅時代無相啦，你幫未落，你嘅工課，你特別去外國發展嘅話咧，我意見咧就是講你盲使驚個，你等你發展好勢啦 ，set down 啦，後你個使驚，即是我話咧。你發展佢我從唔成期啊嘛死啊！你冇辦法，因為即係是你命嚟咗，呢條路是你自己經嘅咗。誒啦，我講隻 interesting 嘅 topic，我講你做咩數感覺到講對囡仔係咪影響咧？就是講你明講對囡仔影響，你成講你對你自己厝內人嘅影響性。但是你個厝內人有隻隻啊，係做過嘅啊，做過嘅啊，變咗咩家己自己一個個囝咧，自己冇點曬拍拖，冇點曬成囝咋。有人看你人本嚇，係咯。你若是講你生啦，佢生你自己飼隻狗啊，你飼一隻狗，你冇可能講你將佢送互你朋友，你自己家看伊3-4個禮拜，出現點曬個，你互你朋友講，伊就唔是你狗嗰種。伊會黏你嘅朋友，就會黏你度。囡仔是人，更加慘咗。伊家己想就講，伊有問題點聲，伊去找伊媽，去找伊嘅哥，去找伊嘅侄，唔是去找伊家己老爸老母咯。你講到，特別啊，有一條路就是講啊，你若是袂驚，你特別
你乜真係echo嘅啊？冇啊，冇聽到。有啊，有啊，睇下有啊。冇。OK，你若是袂驚，你特別真心生出來特別過驚啦。tapi，睇下有 echo 啊？冇。有嘅人啊，古早甲睇下像，伊人若是有類嘅啊，有嘅，伊生囝出來，伊互你。更難講。wetness 啊。哈哈。啊，過了囡仔較大漢，伊互工人過。伊媽甲伊爹看伊囡仔是食飯嘅點聲。安尼，伊人無點聲來佚佗甲伊囡仔，出嚟第真正苦嘅，這真正之善嘅囡仔。因為有一隻物件是無限經嘅啫，就講我自己本身啦，我爸爸媽媽，我爸母養飼囝，老實講啦，我爸母是養真失敗嘅爸母嚟，養飼囝無成功，係咯，往家爸母嘅關係都無好本上，尤其是我啦，我第大漢嘅，我感覺嗰啲因為是細漢到大漢啦，我爸同我媽啦，冇正就講話嘅啫。我媽唔係講我嘅臨病嘅咋，所以我常常往嘅厝內人啦，我姨啊，我哥啊嗰啲，讓後尾99年咁就喺度講，我媽派名，安怎咧？因為99年嘅時候，我有一個比我細20年嘅小弟出世咗，其實我媽負責讀報道，佢就生一個咗，然後我姨就講我講，即是我見就講我生成嘅，因為你媽冇做過嘛，所以天公特別可以做一道嘛，就對咧，變咗是。我媽未過啦，佢哋就咁聲。譬如時我媽一直會頭到尾生出嚟啦，佢飼令啦，換淋病啦，換pampers啦，即係你覺得是伊整落嚟見啦，我教我第大嘅小弟出事個大漢咧，伊唔係做過行佢嘅，所以變咗是第三嚟講，伊特會頭到尾自己做個了咗，所以伊第三嚟講是我嘅小弟咧，同我媽媽嘅關係真係好嘅，因為佢真係連咗，一直就係陪咗伊，真係親，就係陪咗伊，伊會記媽媽嘅味素，但係我未記媽媽嘅味素嘅啫。你感覺到你會影響你人兄弟嘅感情嘅本咯？會影響嘅，因為我有陣時我有拄過一道我朋友嘅媽媽，因為我講你同你爸母關係無好啦，最後是你個尾處響大，因為有隻件件事我無能經嘅咯，因為你朋友你就講 OK，unfriend。我唔係咁做朋友啦，我朋友就講我離婚了，傻啦，特別有隻件件嘅血緣有關係，你老爸老母是你永遠別嘅，係咯，出來這種嘅關係是未變嘅啫，所以你生出來咧嗬，就是你嘅物件了，你別使綁在無關嘅，所以我嘅無贊成講，你去外國發展又好，去到路又好啦，路是你自己經嘅，有啲人是學這種嘅 responsibility 學這種嘅責任拔掉，伊成日啦，所以別來參加人嘅 podcast recording，伊別去外國做工。這是冇辦法啫，因為你經都係成件嘛，你特別有一個 priority 嘛，你經都係成件啦，你有隻就入嚟做冇法度嘅。特別係講，如果係做佢啲白行物件話咧，你當時咪辦好事咯。你做了係你物件，你就經嚟成件。特別你成件，你錯埋過去。特別有當時，你就 life 是你 unexpected 嘅，你冇法，還是你特別 at that time，你等係講學緊話。你下一時嘅時間係啊，你做decision 你講啊？決定。所以下時你決定做下咩物件係是你甲下時少年嘅時是老師嘅基本好啦，下時點聲，就你第一早你會曉做物件，你就做啊是，特別有當時你會曉做下時決定物件，無就對講是。爸爸先對你件事好啊是，安尼好。特別你無法嘛，你 you do what you can 嘛 at the time。對咯，所以我同意，at least 我看到一個情形咯。因為我自己本身我早起時我今日講嘅節目嘅，講未停到未下到，你做咩事？講。OK， 我當今咧嗬早起教阿妹啦，我有一個 part time 嘅 job 嘅，就早起教8點幾我有加車咯，我教 English 同 Mandarin 啦。我嘅對象咧，我學生嘅老本是韓國人嘅，隔了是 Korean 嚟，
yang 做乜事樣係啲邊樣咧？即係yang嘅老伯嗰啲喺韓國做工，一輩學樣嘅囝有個好嘅 education，English education 啊，所以樣送人過嚟邊樣。KL 貴險，新加坡上貴，所以邊樣是第屬於所在嗰度。樣送人過嚟咯，馬對到嚟咗，馬飼囝，馬下面都冇做馬個囝，但係咧老伯是啲韓國拍嘅，攤女夾過嚟。伊 at least 啦，我感覺就講伊有一部好事，伊有一半係爸母顧啲個。伊馬至少有去個囝咯。有時個特別我部都會有一個家庭啊，嗬，是老爸老母無啲嘅啫。因為老爸老母嗰啲韓國拍片啦，養生嘅囝個11、12歲呢，生咗過嚟啦。我八卦。我介意點先，伊無愛講話，都錢一點喺度。伊個伊真係無歡喜嘅，because 伊爸母無啲這邊個，特別伊爸母咁咪講，為你好咗 ，it's for your own good。所以我介 English 啊，你無愛開嘴嘅。我講你爸母按照這裡上得過嚟咧，我未做過行嘅 ，because 我唔是你爸母就養上得過嚟啦，伊邊學到學到冇物件。Why don't you start trying to speak some？because 伊賣就是賣咧，因為伊感覺就講伊是可能笨實嘅，可能abandon 掉去咗。咁第二啲係你食又無相。講話又冇聲，即係話看唔到 Korean 嘅所在，伊真係勤苦嘅就，特別伊爸母唔知，伊爸母今日講哦，我為咗你 education， 我上。特別我當時啦，有可能人在本，即係你做爸母，你往時你做decision， 你唔會硬做，成日講伊在講伊就靠特別是為咗講伊拔刀嘅正黨嘅好啊。特別問題是我自己嘅看法啦，是有你見啦，唔是 baby 咗。伊已經是大漢咧，伊有上物件，會曉甲你 communicate 點聲，你對看伊愛嗰時買，伊買物件咧，你唔應該俾伊，這是我看法啦。來，咱看這black仔。來，有人來了。black仔嘅看法。是馬路個 start 嘅，伊英國咧，伊聽到對伊頭前嘅物件，伊會知是咩事啊。即係我感覺即係唔是問題嚟咯，問題是你英到到你大漢了，34話你出來做工啊，你唔係個了賣歌賣蝦米啊，賣行路賣蝦米樓啊，你想到對個早起個了開一條路啊，要行，你頭前個路是真係凄慘嘅。我嘛是安尼看，我嘛幫我一幾年對啲馬來西亞，我對內我都知哦，正正啊，我感覺叫啊。你嘛送你出去啊，無啦，唔是送你出去，你離開你嘛安尼一年啊，你變做正自私去啦。你人就，所以我會要講你係你人做咩？你是講你人就獨立就 independent， 個是 selfish。你獨氣咯，你獨 selfish 㗎，咪搞了物件，因為你 independent 嘛，你無安尼看，你嘛哪會甲人拼？攏講正對。我甲你講我家己嘅 experience 啊，你知我甲我嘅小妹是相生嘛，我人第尾嘅我嘅家真正濟，我爹真濟囝嘛，特別我人出世了，我嘛一人未過內，所以我較大，我嘛都家己本身顧我嘅小妹。我咧和我四個大過我人嘅，我四個就過我咯。特別咧，我嘛有一個啊，就算我真正close 甲我嘛，我嘛大過我甲伊90歲，伊過世嘛。我嘅朋友就講你真正你嘛真正好命，你來講，我講你真喊做，因為。我細漢嘅點些我嘛無過我，特別我嘛有細人我知。你講說我四個，日時我四個過我，伊成日講一口我嘛講一口我小妹，伊講一口我飼。特別攏做一個啦，攏做一個啲啦。做一個，特別阿妹咧，我困到我嘛。哦。我困到我嘛，然後我若是阿妹困去啊，我小妹困去閣嘅位，我困到我嘛。我若是阿妹困起來看我嘛無佇，我若是好啊，我嘛跳過來，伊甲我爹甲我爸伊跳過來，有時啊若是無這一舉伊個滿蝦米好啊，
我补落下个，哈，所以我真呀，看安怎啊，我真呀 close 甲外嘛，because 我知我嘛美國我人兩人，我有清楚，但係我知我嘛西洋話。伊唔是講，多數卡咧，多數卡有驚嘛，多數卡咪多數卡考，我看伊飼驚嘅看法。個別兵嚇，你是住嚟？個別兵嚟下個別兵。Hello。個別兵都驚啊？冇。嚟講話。lu rasa lu ai sakit ni lu kam kata. Habis semua le kong ah. 未啦，未講，我有一個 fur kit 搞啊。哦，冇感覺就冇在度講啦。究竟搞啊，也究竟係 testing， 未係人驚。當今嘅時代無啊啦，當今看佔。你看咧，人講嘅競爭啊，真正解嘛，對。你去拍拼了，你唔識，當今你唔識，你去拍拼，對內你所袂識。多數卡咧，多數卡你咪 mute 掉喎，你按 mute 啊，佢講，多數卡有驚嘛，未必走去啊。來，哈。sorry啊，我 mute 掉。OK， 我真正簡單嘅 formula 啦。哈。Okay, summary. Summary 呢是 when you are look at looking, you have to do two things. One, pay attention. Look at their eyes. 看眼睛。目睭。看眼目睭。That's number one. Pay attention. Number two, 點解講 I love you. 哦。Okay, then okay. 我安怎知呢 ？Because 我家己咧是好學我嘅婆婆講嘅。你講啊？我嘅婆婆講嘅。姨媽。哦，媽 ，OK。我阿媽啦。嚇。所以我甲我嘅家己嘅爸母無呢 close。啊。誒，然後我本唔知做咩事安尼款。嚇。無人甲我講啊。因為咧，我個位 daughter 咧，係 totally different 唔相咯。Because 我 daughter on the weekend 咧，個我 in law，OK，then 我 on weekday 我去做工咯，then weekend 我바로對point咯。但我 daughter 咧冇 symptom of insecurity 啊。哦。Totally， 伊真係 confident 講話 very close to me，啊。So, lu to every time lu kai le, lu to pay attention no. And every time kai kong I love you 講。所以意思是講，若是講你無機會當時做工啊，啥物，你別個理由，你無機會甲你驚做大點聲做隻市嘅點聲安尼做咧，你特別做卡加 extra 嘅物件來補到對你平常時無機會。囡仔啊！伊人2歲、3歲、5歲本好啊，伊人會明白咗 ，because 我查某囝 when 伊 baby 嘅時啊，baru 出生時啊，我 in-law 甲我講，你愛出去，你愛去倒落，你甲伊講後生，伊無明白，你本了解出甲伊講。So 我 practice 咗咯，所以我去做工，我甲伊講，哎呀，唔會work，嘛啦，你我then 有女then 有買。有當食咯，係咪嘛？伊 OK， 伊明白。你愛出去，你愛去買物件，你本家講，我出去買物件，但是我對啊，伊 OK。你就愛 treat him as an adult。No, I understand. You treat 你查某像個 friend 啊呢，你無爸爸甲查某嘅 barrier 喺入邊。就像個 friendship 啊呢啊。對哦，伊。你無做法，你講啊，有影袂啊？我查某囝因大學堂我時間，伊無 no insecurity， 伊唔是 introvert， 伊無驚人，she's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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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ure。你有細漢嘅時，你都有你 in-law 甲你鬥過啊，還是你家己條個囝佢條
換冷冰咁樣。There's also another theory 啦，another theory 是講咧 ，first 年或是 first 一年啊，你都係計困咯。伊困了伊像啊 very familiar 假如啦，伊 familiar with 你 vibration 啊，你微數嘅咯。所以可以真正 secure 咯。and then 你再抱伊咯，點抱伊咯。抱伊唔是抱伊像啊，抱伊 close to your heart。對啦，我試問咧點樣？Yeah, very very important. And then 伊都係 rasa 你 heartbeat 啊。所以你可以聽到 feel 到你嘅 breathing 嘅 rhythm， 你嘅 heartbeat， 咁了你嘅成啊，你嘅 being 啦，所以可以 familiarize。伊 heartbeat 咯，伊點愛聽我 heartbeat， 或是我 boy heartbeat。我聽到時我叫我有教我講國驚我。細漢時冇鬥腳手誒指國鏡，因到我誒指父無你甲開伊誒 clinic 嘅時候，伊誒家己開 clinic 是陸軍啊，開 clinic 嘅時伊誒無你甲開無請到人阿妹啊，所以伊誒我誒指就去鬥腳手，伊成急藥係咪物件，到啲 clinic 然後我到啲我指甲我指鬥腳咯，我講攞 can 我睇到 echo 個。能夠一請 headphone 就冇放了出來 ，except 我 ，except 你，哎呦，我了你電腦สุดแล้วก็唔是你啊，我嗰陣係嗰個，แล้ว我咪是教我知道個內第一道行走我計第二後生。我記第二學生，一直愛考嘅咋，我只只走嘅只條嘅嘛。阿龍啊，正住你計廿類嘅。我就是一的時候。Very good。大漢咧，大漢咧。伊大漢咧，伊講到講嘢完全冇相關咯，伊同佢真係 outspoken 咯。係咪嘅？伊同佢真係 outspoken。哈，是啊。你人做就伊度一隻條嘛，แล้ว好，所以我係知無法咧，特別去鬥下手我係知乎嘛。所以我到處時，我係知學伊個滿伊味包到啲伊個名稱嚟。係啦，我講啦，先特別有係知嘅T-shirt 可以味。有嘅事 ，because 你裙子 OK 就扯起來，伊特別除碼咗。所以我特別有係知嘅衫可以味。是了是，因為伊是伊慢慢，所以伊就會傳到啲古早嘅味素嘅，即係冷是安尼款嘅。等陣這裡開車，歡迎開車。係。開車路驚啊？冇，阿妹個 ，OK， 所以你不要驚啦。你有成啊咧？做拜instinct 做拜，你有時哎我未見哪嚟喎？未試過了，我有一隻狗驚。一隻狗驚冇嘅。未，你無來過 ，once 你有驚嘅時候 automatic 變咗，你無辦法嘅。無辦法嘅。你 feel pressure 啦 ？pressure 咩 ？automatic 上個一個 switch 你講 turn on 去啊，是講你看到你自己驚出聲啊。automatic 啊。OK，so 我問你，但多數看你是講你平常時你無迄個 instinct 啊，學特別係你驚，你把隻聲你驚出來，就你係響做 turn on 你把 switch 係講。你看我是15年，我飛來飛去，去這邊做工，去那邊做工，我真係 independent 咗嘛。恁無想到還有驚嘅嘛 ，but OK 啦，唔要緊啦，我無還有驚 OK。but then after that 你無想到prepare 一個啦 ，prepare 下你啦，無咯，無啲感覺喺度。but 我你成時你看到伊時 ，everything totally turn on 嘅。3個禮拜無困啊！過伊我冇空調，我自己起來過伊啊。แล้ว你เขา講，你講下你細漢，你驚細漢嘅時候頭早講是，你成日有成日，哎呦我未曉愛做下咩物件啦，係咯
對啊，你搞了係咪叫你 boom panic 啊？好 panic 啦，冇好 boom panic 啦。Everything 本是 panic 嘅啊！我講啲我隻朋友啊，佢好似伊個伊波啦，往就 close 到呢邊，馬來西亞人。แล้วอีแสงแล้วอีตัว labor จะขี่อีแกไม่ใช่จะว่าปตเถียไปขี่แสงแล้วนอจิตอนที่เขาเป็นก็ไปแสงจ้ะแล้วยังอาบอย finally decide จะ做C section อ่ะ所以我啲นอจิ冇คุณเนี่ยแล้ว我ขี่อีเจ出事จะก็ไป做 C section 就生出嚟啊嘛แล้ว我到ขี่ hospital อีตู้樣咯伊個爸，我朋友甲伊媽，我兩人捌。伊後啲伊媽喺度，伊變青青 ，because 是做 C section 啊，แล้ว要學伊 morphine 啊，แล้ว伊個被伊最近咧伊係 morphine 咧，那是會治療。特別伊想。Usually C section 冇 morphine 嘅啦，伊係 epidural 嘅啦。C section 冇開刀啊。開刀以後都epidural 呢 epidural 誒咩都開不多關咧頭先 Yeah, because from the waist down, look, you don't feel anything already. Now, anyway, 伊講伊reacted to 伊 painkiller 就，所以伊變青青咧，特別拗咧就，所以我就過去看伊咯，伊驚四隻安尼四粒，就副幫到粒咧，แล้ว我到去改咯，แล้ว伊個未曉話講聽我朋友突破啊，伊未曉喎，伊唔知，哎呀我唔知安怎劍，伊個好笑，你是伊個衫，伊咪是夾咧下面刷到係啊，嗰啲布咧爆掉呀，แล้ว伊俾你面試嘅爆啊，伊咪是按咧，咯，แล้ว可能伊是伊見啊，叮當啊，伊靈氣係死啊，不要爆啊！哎呦，安怎，伊一斜驚啦，所以我去到佢超越 because 我捌過過嘛，我係只係驚過嘛，所以我頭去教我講，哎，你困，because 伊腦子冇困咧，一個成下面嘅咧，然後哎呦，我唔知得做咧，伊罵過係咪？哎呦，一個弟弟好咧，罵過，哎呦，死冇隻靚嘅。我就講，我幾兩困我改，所以頭一節啊，我就。你都似隻令啊？我冇似隻令啦。伊唔會就，伊嘛就 try， 就啊。伊嘛特別 try，because 冇 try 冇令嘛，就咧嚇。這是我。哇啦。哦，媽媽哥。係點啦？呀啦，你 signature 嚟嘛？哦，對了。你是幾嚟？唔是食就是啉咩？OK， 媽媽哥，了時候我甲伊講驚咯，所以人甲伊趁困咯，趁困就可以。because 伊腦熱，較驚無困到啊，可以下面。我就小應該細隻，你話我抱伊細隻哦 ，baby， 當你大漢啦，當你鬧佢啊。你叫我咩啊？叫我奶爸。你我似隻令啦，我有似隻令咧，後尾是伊嘛無夠令，所以伊就會跑 formula 可以咯，所以跑 formula 可以啊，伊嘛似伊時啊，個把似啊，伊似啊買咧，嘟出來買隻啊，特別我似啊，我騙你，叮當嘅就，伊特擺我俾我似啊，伊就隻幾罐嘅令隻個了咋，所以叫我奶爸。我特別似就是食個了嘅。Job 阿 John。嚇。Last topic 幾點講？個別冰。你 last topic 咪是後尾條 topic 咯。幾點？我當今次個 topic 有影未？我冇咩 contribute。我想尾換伊個 topic 數紅機卡 next topic。Next topic 啊？冇嘢啊？Hello？講好事幾點？我就興趣幾點 ？Because 青枝嘛 ，because 青枝冇來嘛。即係 I think 個青枝唔掂青枝。冇啊，叫乜青枝肯定就係。當今是9點個就過半啦，so the next topic 是幾點咩
我個叫只濟人來。10點3字，10點半咧。Sure 喎 ，OK 10點半，所以我帶個電來。OK，拜拜。OK，拜。收回機收回機就濟人。幾大人 email 我就講，你睇我啲收回機搭飛機下就，我就是掉啲杯攏鬧較晏咯，真係到啲後尾。Another trick。又見人。太莫咁佢嚟講嘅。情字。咁佢係講咩？收回基本啊？特別個部隊嚟個。而家就聽了。要聽了啊？你就聽了。我只車就都看到 miss 未啦，你未做較晏淡薄。哦，應該這時間隻監視就被 join 嘅。OK， 等陣時候，咱講家己，咱政府講就係，咱個咱較濟人無驚嘛。你若啥你家己本身會做好嘅爸，好嘅媽，來請指。那是你是。depends 你講蝦米是好啦，我想我若是有驚，我定了我有教人啊啫，我嘅大姊有哥哥一個後生啊，真正歹咯，伊嘛甲伊嗲生意，甲伊嘛去學點先嘛袂曉做半項，所以我甲伊嘛講你可以來 school holidays 來大家你，大家我，伊大一禮拜啊，伊轉去我只卡電話。教我囝安怎？伊轉來啊！會答俾我講 yes ma'am no ma'am 啊！你是嗰啲 training 嘅啊 ，training 數據。boot camp 咪阿 B camp 咪啊！政治都笨低哦。得，你似廿清知啊？IS 啊！伊囡仔咪食飯蝦米啊？食我每日咧食蝦米，伊要食披薩蝦米食，伊食一兩喙了，我無自覺，我講無要緊，食會是福氣。有真仔濟人啊，無物件食，你莫食，你莫佚佗，莫拍算，咱收起來，歡喜咯，要去佚佗，暝點聲伊坐落去，因為話。咱今日暗食蝦米？我講你食起來披薩食無了嘛？你食頭先，食了咱才夾邊個來食？加伊乖啊！了伊 OK 啦，伊會聽啊。會聽啊！他媽做耐啊，大去香港哦。我知係咧，就是咪是歹死大數卡啊！我知多數卡死人家歹嘛？阿 John 啊，你 John 你袂使講話歹死，你我甲你講 the best 就是啊，嗱英國將來你唔英國變看。嚇！你唔英國變話，我有歹死哦。無啦，你無歹，你鹹啦，你鹹啦啥？我就我鹹。你就話鹹咩嘅？對我歹。哦，你就話鹹咪對你歹啊？以前啊，伊點點暑假看 iPad 嘅嘛，所以我無可以看 iPad 嘛。哦 ，iPad 啊，你知啊？伊家己去房間，了伊 iPad 啊，伊冚伊聲咗。5歲咗，伊會曉安尼款做。Smart, very smart。咁人有家己 privacy 嘅好。有5歲 privacy 嘅。OK， 咱特別講看古靈兵嚟啊，古靈兵有驚啊？古靈兵有驚啊？啥咧？啥咧嚟講下，你若殺掉無驚，甲變做有驚嘅事情差第一隻物件啥物？情差第一隻啊！你再看啦，未使看啦，甚氣啊！你講，你講未使看咩？未使看啦，甚氣。你未使看啦，甚氣，我兩個物件情差咧。你意思講
你意思是讲你本地会看的，所生啊啥咧，所未看戏对，就地了啊。你家己啊，你无啦，有时无了，个第三曲吼，唔敢看。家己唔敢看。哦，係咪我咧嗰隻劇超啊！哦，我啊，未當嗰隻一個。三囝伊無點正來看啦，啥物事啊？唔是，驚看了白白地條沙發白白看。你可以講下咩物件，真係冇睇看，你講理由啫。無啦，驚第四間出來嘛。你看啊個聲寫出來嘛，總之有啥咧？你個個看埋啲咧，個個看埋多咧。哦，不曾經那些咧，我但係無驚愛驚看垃圾片啊，practice new tactic。不啦真嘅，世界上有 condom 嘅。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ก็ไม่มีแกบอกเสียงเลยกูเล็งเป็นแต่ก็ลูกกับกิวทินซิงก่อนสิหรือบอกก่อนน้องหลังไปไปก่อน所以ลูกรักษาเสียงเสียงบอกกับคุณนะเสียงไม่มีแกนะเขาเราวันศุกร์แกนะเบียร์เอ็งก็จะเรื่องอะไรบอกมีคุณเลย哦所以冇清楚啦อะไร你บอก好奇咯我聽到，你幫到邊啊？我哋講，你講這個馬路樣大漢呢個快 OK，你講你馬路出事啊？等，係啦，是講馬路出事，你幫到邊啊？係啦，你幫咩？你幫聽邊好嘅呢？一嘛，你看我係古靈兵，但係伊咪是硬藤嗎？哦，硬藤，哎呀，還能硬藤。硬藤嚟話會唔會硬藤？依個古靈兵有教你鬥過幾時開始你就講？有鬥過，但係佢咧就是死氣啊！咩鬼？我哋冇驚冇教佢，你就佢咧就冇插手啊！冇做啦，下啦。硬藤。除非แล้ว講話伊啷個嚟排強頭啫？你這國驚時啊，伊是成驚咧，還是有假驚嘅？啊，古靈兵，攞人啦，就人是成嘅。誒，對起不啦？哦，對起了，伊換條車嘛，唔是啊？哈，講出來啊！過來咩？冇啦。冇啊，對起啊！แล้วว่าไม่ขอ好不是青枝一個好的青枝你鹹啦กินนะ你安怎鹹法你安怎加กินนะ你個樣 reason 你個樣講咧還是ไม่ก็ว่าเรื่องใช้การกินนะลูกไม่ใช่การก็ลูกไม่โจลูกยูก็ไม่โจลูกให้กินนะก็ไอโจว่าใจบีก็ว่าเสียหันสิอันนี้ควันมาอ๋อ所以你就要解講哈密樹我可以聽你效果是但你是你按照佢哋咯，你問解講未下面就未，你要解กินนะ你ไม่ใช่講你唔做我就朋友啊，伊用做咩物件還知道啊？食真螺，佢除了食真螺，然後伊驚咪去幫佢哋螺，你就螺燒嘅嘛，疼嘅嘛，對唔對？แล้ววังดู講嗬，伊俾佢當佢哋螺了，แล้ว我俾佢看掉佢就講沒關係，可以去當。因為伊當咧，伊再燒啦，反正就唔揀啦。對。要袂使當，冇啦，你就要看掉伊啦，你袂使放掉，你就看掉伊當咧啊。但是講伊句講，伊句袂曉啊，你就要爭伊啦。但係就是講伊當咧，伊手會揪佢對呢，你就無驚咯。伊就知啦嘛，伊就學到物件啦嘛。哦，伊是 some of it we try，伊想都係家己 feel 到咧，家己學嘅。but some of it 啦，你都係 educate 教伊頭先，then可以去想 ，OK， 愛做咪做。好啦，你 explain 可以聽啦。
我一個台灣嘅朋友啊，我感覺有一部好事嘅，無上國教，佢無上風俗啊，無上嘅culture啊，加害啊！我就係日本啊，家己啊嘅款嘅，我就係因家己啊是因啥是朋友嘅呢？但係佢家己啊特別正經，你知嗎？知哦，啲我英國這邊啊，我諗讀冊啦，我諗教我諗係成個 friend 啊呢款嘅，唔是現生是現世，合成是合成嘅，冇 barrier 嘅咯。我諗講啊，我諗直頭講，我諗係隨直頭是出嘅咯。伊人本是直頭出嘅，所以我諗講嘅，我諗話地本講 get 到這隻，學到這隻物件，所以又做起來嘅時間，你寫都就係同叫我諗第二隻 friend 啊，我見物件人做唔掉嘅啊，一隻做淡薄 pattern 嚟，假如講，誒，即係唔掉咧，可能伊白照上隻路啊，你再都 get 佢啦，有 tension 喺度，是講。有啲乜嘢電話出嚟啊？假如講嚟青春嗰個，你講嘢電話，咁我哋你講到就爽㗎啦。阿龍，那是你試驚啦。我看阿龍未驚，你那是講你有咧。我愛上，愛有驚嘅，我有上。誒，我是家己啊嘛。你會做啲誒款上面都阿格嘛？我甲講，我做啲緊，我會互伊揀家己愛嘅物件。譬如講，成日我就是啲，因為我常常聽我朋友講養飼囝嘅故事啊，因為我家己本個囡仔嘛這邊。係了，我有一個朋友台灣人啊，伊講伊囝家來白去食飯啊，兩個人白去食飯啊，你每囝係 order 物件，伊囝知食愛物件是蝦米咯，但係伊唔知要 order 物咯。啊，你爸就講，咪見到你愛食物家己 order，但是伊無愛 order 嘅話咧嗬，伊就免食。所以我朋友是安尼款就，伊就免食咯。但係以後嘅事，就係講做冇事什麼冇我都做。伊上就講啊，伊唔對啦，白得伊就計嘢啦。Of course，伊唔是上，伊唔是伊唔是咩，伊就是講嗬，啊，當佢都白得冇嘢嘅話咧，當佢白得冇嘢嘅話咧，背就真係冇物件。家己揀家己愛食物件，啊冇等你接落來，嗱咁正都冇物件食啦誒，伊會肯解講啊，所以伊驚家己有 order 物件。伊 order 上濟咧啊，伊每日對你講嗬，你 sure 你 order 一物件都食會了喎，伊每伊驚講會啊食會了誒，伊 order 幾後咧啊。伊食未了咯，伊食未了，伊每件應該安怎做的？所以我感覺到安尼款互伊家己有上物件啊，即種嘅教法啊，是我家己真熟嘅。兩世冇成安尼款，兩世冇是規隻家己每件要安怎做嘅。我I think 這是較新一代，甲有啲款嘅教法。細漢有家己 develop 家己嘅意見，家己。你話得你免講啥大，你就會曉講啊，啥物是對，啥物唔對，你家己會曉。你已經細漢都有機會啊，做決定家己愛做物件。對啊，其實講去日本啊，解層一個4、5回啊，迄種是真係奇怪嘅，我講。我留開家己寫我嘅角色了，我嘅。嚇，留開家己寫。我覺得是可能過喺度。你睇怎麼講？我就屬個日本人家境係白燈咯，even 唔是干那白布咗，有啲學堂裏面本上嘅觀眾，跟住學堂裏面大人細細行幾條家己飼家己刀頂，家己腰，家己嚟食。係啦，啲學堂裏面家己寫樣板，我唔知講是真係假啦，特別我看佢哋邊啲我感覺講唔是無可能嘅咯，即係真唔真，and then 伊唔只是真咯，伊個是真好嘅物件。一隻 discipline 嘅所以，一隻愛情戲咯。因有 earthquake 家己嘅training，咁了家己來嘅啦。對啊，因會有愛情戲，就係講，但是你試下幫助試下做愛嘅話咧，拿衫係啦，住嚟死啊，你家己嚟死，熟嘅啊，因嘅覺得有。我只試過，我一隻細細漢就隻 discipline 嘅出邊。邊咧有一間日本人學堂嘛，但是我覺得有機會我俾上一期。都看過一樣kindergarten 嘅啊，一樣4、5回。去讀冊嘅啊，嘛是用你知咱kindergarten幫食嘅是食一項物件啊，無傾嘛，樣有樣嘅 food 啊，樣家己行去canteen嗰邊塞嘢車塞起來樣嘅，翻去食物件啦，無canteen嘅。了啊，先生啊，坐了啊邊啲教啊，啲北京啊，啲看嘢冊個了，見咱家己啊，講嘢到桌頂。
合起來了，夾碗夾盤啊，伊對迄個盤啊，不是合成底號一樣嘅度。一個禮拜這五個人做，跟住這五個人做，咩就係迄個五個人做，迄五個人做，徛了迄個水迄邊，夾迄個殼啊，迄個腰嘅迄個頭頸，係，成個你去坐卡骨安尼可能對啊。你話夾了你吹啊，一地咪係啊嘛，塌成個有。有一個你 production line 安尼款，樣做啊。對，我看過本。你看過？yang terbaik yang responsibility lah, yang terbaik 有責任。所以你成日要 assign 你 task 入面你要繼續要做下面咪工課，你就要做掉你工課，然後你要輪流做咯。特別你冇啦，沙丁刀嘅時候，比如我成排啦，我頂刀才去學堂嘅時候要做咧值日生嘅事啊，一做難嘅。啊那哦，你做啊，你打到地尾一個人行走嘅，如果你要等人走，咁樣梗係手拖卡，冇叫人卡嘅。佢翹到頂嘅，佢翹到頂，實一跌。做咩就愛等伊人走咧？你 before 幫我5分鐘，你叫伊人做啊？我不是暑假前期人誒，我掃個了誒，我無暑假掃淡薄無掃淡薄咧，人嘅卡下邊較大咪無掃，我甲人掃邊啊無誒，我夾了。啊無等你我條隻嘅事啊，我係隻字無大你知喎，人嘅。啊邊有一條刷死啊！你開車你會做安怎辦？你驗嗎？嚇！我唔是學嘅巴，我唔知。阿家咧阿家，阿家應該唔是驗啦，因為我 actually 我只無家看到馬路囡仔只隻啊，樣白無成歹嘅。因為你話當今當人大一邊嘅囝無生隻，無啥煩惱嘛，樣一個嘛，咱正常一個兩個，所以可能馬路嘅環境較好，咱會互伊樣較濟盡量去學，變較少成歹囡仔去啊，所以我看了，其他未看。當今安尼個白盾上加10年前嘅中國。10年前嘅中國本是上加當今嘅意思咯，就樣上。就是樣成個感覺小鬼混嘅，伊愛蝦米學米，安尼款感覺無好啦。無啦，當時我是白咯，係啦，是啦。我負責可能我負責可能播嘅時啊，我本是哎呦，你知我6歲 start， 嗰個5歲安尼講我就 start 家己洗碗洗鞋，家己編家己嘅啊啲學堂鞋。我早仔我咪做，你知喎。我去小我因為我是可能過嘅嘛，人學女啊學過，了伊人教我洗鞋的。了伊問我的，你也曉洗鞋哦？我講啊，我你冇解跳到對女啊？你問白家己洗家己。你冇解跳女到對啊？你個講啦，洗鞋個課。問題是伊人教我洗，所以啊，我你睇我我本是家己變做書記，因為你聽到安尼講嘅物件啊。阿兜伊教你講會曉洗盤碗，會曉洗衫，我講未曉，會曉，所以你講這濟啊，你做安尼款這濟安尼款會發展出來啊，所以你變做書嘛，人教你講你曉做安尼講，你教我做啫，我講我未曉，就是我是咪做呢，因為你做啊，所變你做去咯。問題是伊人做嘅，然後伊人每都會曉做，你講你會曉嘛？你去做咯，你做啊，把所你做，逐禮拜本是你做。tapi belajar ke lu nasi bo ah lu 唔知，同埋我爸特擺啊，甲我個人特擺啲咩我爸講伊上嚴甲我人，特別我爸就伊兄弟講呀，伊那是我那是無教伊人後種是人大漢啊，和外人教就真正接啊。對。就是後輩嘅位，就是做咩事我講咯，咁啊後天我講，我就買我嘅囝，甲了黏掉我袂使互伊放掉伊，但是講我會準我這陣去互人對掉我，所以我甲有互人有較secure安全感啊。我 feel 到一個不是好。不是 neutral 嘅，若是講我放伊去外口，因為你本上啊，你講到後尾，本是你會想到對嘛，你要教到對伊會想
你会惊会知讲你后尾你头前做诶物件诶咯。我古早我先前我来英国诶时啊，因为我甲我妈我7岁我6岁啊，我6、7岁我 actually 我5岁我妈就走啦。我爸无伫，特别我爸是逐礼拜诶时 weekend 甲来带我转去伊诶位啦。了我是1到6基本是带迄个安弟顾我诶。这是做槟榔啊？我嘛走啊，10几年后啊，我来进英国啊，我头一年第2年我甲我嘛无话讲诶。话讲，我爸本是无话讲诶，因为我爸我妈去啊6年过后，我阿本对调去啊，所以我就 from 我本地是伫吉隆坡人学诶。哦。我2年级读了我3年级诶时，我伫槟榔位度，我插班叫做啲爱达妹，等于星期三卡。大到我講迄邊，我了個來個英國這邊啊，迄邊嘅點寫，我嘅媽我嘅爸是無記。所以我迄邊是家己來嘅咯，蝦米鬼家己來啊！但是但是我問教會啊，你若是講啊，你互人話講你偷摕物件，了你要安怎？你要認還是唔認？講你做啦，冇做就係冇錢嘛，特別當見就見得跳樓咯。呀，你死啊嘛！你死啊！啊，特登有蝦米物件拍無就是你啊。唔是你做嘅，特登是未使錢就對誒。本是想，若是講你有做啦，我本想到對，若是講你有做啦，你本是未使錢。如果你變做書去啊，你未使，你 independent 是安怎來 ？independent。你家己發，我知你講咩？你變做成個你家己，你特別保護你家己。所以你 protect 你家己，你無 protect 你覺得安怎？對，所以你講對，是講你無爸母到身邊嚟講嚇，你要住個，你個要家己照顧家己啊，所以你變做你講嘅成個變做做書去，你做物件，嗰陣是為了你會 protect 你個打嘅。看家己條擺頭前先嘅。Fend for yourself 啊，冇事講。So when one from Penang 過後我來到英國嘅頭1年嘅時啊，頭1年第2年我教我爸媽無話講，但係啲亂嘅。因為做咩事咧？我媽講 A， 我做 B。對啦，你做細漢嘅時你都冇嗰啲甘蔗。我無插小是蝦米啦？因為都我爸我媽我都無插小。所以你咪就係講，你若是講你幫你驚去外國，還是你家己走去外國，你有離開過一個點聲，你要會 accept 到對，你驚下頭1年你你可以點聲，所以亂打之名。我就是安尼意思咯。所以係講，咱學到隻物件，咱把它整幾個炒到是袂使白白食嘅。冇，當佢係使啊！你做咩電腦你？做咩電腦你？你先貼掉電腦你啊！你搖啦，你看你食唔食？咱講到食物件，後佢講到啲食。咩？講到啲食，我講你飼囝啦，嚇！你按解愛食蝦米物件，攏安怎解？上個講有一囡仔較一嚿經濟啊嘛，咪食東咪食西，攏安怎解來講？哎呦，我阿媽教我唔食豆嘅喎。嚇！你媽叫你買食豆嘅啊？無，我阿媽無食，我就為了伊無食，我家己覺得無好食。冇 ，actually sometimes 是你 parents project 嘅，你伊人成講，哎呦，我買食，你變咗，哎呦，你看到你即個model 啊？我係小弟咧，伊就講。媽咪，我愛食，你無事甲食迄個菜。伊細漢的時。要甲伊款就對啊，就是要甲伊。無人甲伊請啊，人不是安尼。你垃圾，我未清啦，你看我安尼款啊。聽見只個囝叫伊特別要食，成日特別要食菜啊，你看咩啊？兩隻雞。咱只家囡仔食物件啦，你只囡仔就有經濟嘛嚇，那時候你講嚟講，咱只講。我講，你家人若是無事甲生啊，無事甲食菜，佚佗甲伊講故事嘅，講誒菜是安怎甲安怎咯，互伊人歡喜流熱食了先。
即个嘛，我会记，下古英国中细汉啊，你爱可以食牛奶啊，哎哟，食熬的牛奶啊，会吐啊，一点钟较嘅，做安怎啊？讲告诉甲伊啦，讲你看咧这牛奶啊，像甲饮水的呢，了出日头，互伊个饮水直直落，你锁了你牛奶直直落，了才无饮水。讲告诉呢，我那个伊年嘛是，伊嘛是食的，伊人若是无欢喜做。我像做成佚佗啊，伊人欢喜流热，了伊人无想，迄个毋是我无暑假的物件，可以佚佗了伊暑假了毋是学咯。哇！頂到細漢嘅時，唔知咩事，我無暑假食嘅物件，等於老啊人食哦。那我，我無暑假食 Aubergine 嘅，當佢我看到 Aubergine，我規個人會笑嘅。Aubergine 是橋係啊？我想暑假食咯。我看到 Aubergine 啊，我就看到若是講你 menu 有啊，我直接要去點啦。你咪講試嘅，第一件咧唔是介意係咩物件？我咁講 number one 啊，第一件物件是你應過嘅物件，你袂使無做到。你大家袂做到，你做袂到嘅話咧，嗬，你就要講互伊聽，你就要解釋互伊聽，安怎你做袂到？你袂使應嘢啊，你當無事啊，賣解講起也袂使嘅。我有知識人咁講。你講咩？我講囡仔哦。你囡仔你人食無蝦米，你袂使應嘅，你講你 try。啊，你互伊知。有時我有一隻睇到應咗做袂到，你就要解釋互伊聽，你就互伊聽。有一項物件是干那應爾咯，有一項物件是你袂使甲伊講騙話。嚇，就是這個咯，你應物件你袂使無做到咯。你做無到是騙話語咯。話嘅是講，當今我想，你知我對於我佇馬來西亞，我安尼坐過一下，我甲我表姊伊兩個後生查某甲後生，我你知伊嘛？出去買物件啦，去做物件，了也袂轉來啊。了我講啊，等下你嘛當金就轉來啊。我知伊嘛轉來，我甲伊講當金轉來，都伊相信。我就甲伊講下面講。因為我有影無暑假撈囡仔啦。我甲伊講，哎呀，毋是干那因呀，毋是干那講，你嘛轉來啊，伊袂 start 好了，伊毋知伊。但是講伊你請也找袂到嘛？你就要騙你。我本是等你困了，才會出題的嘛，無乜你做。我講聽講另外講就是你囡仔你講嘅物件啦，無插你是陪講，還是你真心有心講係咪？伊人take it as 真正啦，所以你袂使騙人。你講啊，當今嘛好咯，你請伊好啊，你袂使甲伊講啊，你嘛當今轉來。啊，不對啦。有咯，你等你去外口去坐。你成日講，你咪好，你嘛個8點鐘就對來啊。我會甲伊講我會甲伊講真正 exact 你嘅點聲的，因為我嘅表姊甲我講啦，我當今這點聲我出去你甲我看掉樣，我等下就轉來做淡薄 paperwork 嘅物件。所以我再講伊要做 serious 嘅物件，所以我 explain 緊啦，我講你唔係去做 paperwork 嘅物件，所以就 serious 嘅物件。我甲伊講緊了啊！你哋家見啦，我見啲衫後都青嘅，點解等無衫就死啊！你唔是印尼嗎？我無印尼，我甲伊講騙話咯，當今。instead 我甲伊講伊做 paperwork，你甲伊講伊去買衫後都青。袂使，這裡袂使咯。當叫伊嘛對啦，了我伊問我，媽咪我係衫咧。哎呦，我因上尾妹，我甲伊大漢了嘛，伊看到你一個甲伊親情啦，毋是你甲伊親情啦，伊豆豆看到你話伊會閃你啦，再講你甲伊講變話。所以我有一個囡仔 build up，無你安怎講啊 commitment 啊，我你食豆。你有家己 personal 嘅蝦米物件？上個講，你家己 personal experience affect 你嘅個 opinion？應該是有咯，因為我細個點時我無爸母講嘛，我有爸母，特別又唔是無講話本，特別我家人無親咯。係了，我個看到我身邊有真濟朋友啊，真正成年囡仔，成家會大細聲甲爸母甲講媽講話呀，會發。阿媽叫阿媽講我覺得講買啦嘛，佢都講買啦嘛。
我感覺我細漢嘅點時，我是無呢款種，我甲我媽講是袂使呢款種，特別當今嘅囡仔佢都無看重呢啲物件嘅了，所以我感覺，若是講咱會做淡薄物件去改變呢個事實嘅話咧，我希望要咱家己做起咯，所以我無可能叫全世界嘅咧囡仔嘛，所以我會叫就是我叫一個，若是講白單我飼一個囡仔啦，我叫領養一個囡仔嘅話咧，我就會好好教咯。就是像個。係你，我就告訴我，我朋友啊，伊有當時換斷厝了啊，伊無事話甲伊婆講嘅時候，特別伊會緊張，特別打電話甲伊囝講者。伊講今日爸爸10點半轉到厝了，講故事你聽。伊本無講故事本啦，伊講10點半轉到厝啦，伊袂赴10點半轉厝咧，伊頭一個要 call 嘅就是伊囝嘅，佢是要 personally 甲伊囝講電話話。今日爸爸10點半袂轉來。又冇見啦誒賣計講話嘢就咁，落實啲冇㗎啦嚇，啲先講都冷歪嚇 ，abandon 歪嚇。阿涵咧，阿涵咪做埋阿涵有咧做埋 instinct 啊，得？唔知啊，囡仔真驚我咧。囡仔只驚你係咪數咧？唔知咧，呢個細下嘅 baby 啊，看着我係樣走嘅哦。你喊啦，你喊！一定要會疏忽，一定會疏忽者咯。因為而家睇到垃圾物件啊。呀，嘛咧，我是垃圾物件啦，我講。會垃圾物件對。唔知點做垃圾物件對咗咯。我見啊，看到我就好嘅咧。誒，有人寫醒先咧，就我哥啊，你看我哥教我兩人啦，我真有囡仔緣，我哥無囡仔緣嘅咋。我無囡仔緣，但伊人大漢了就會教我來佚佗啦，但。一歲到3歲人真驚。我有啊。你有啊咩？隨我啊，一陣就會隨我。你囡仔緣啊，你囡仔你大囡仔嘛，你囡仔屁。我無法，我做工我嗰條，我當時我 direct， 我是做 video 嘛，所以我特別 direct 囡仔咋，細漢囡仔有時片物件，所以我無法，我特別有當時有隻穿滿咧嗬，你特別嘅啊，嘅佚佗啊，你可能真人啊做，冇你未見到隻腳啦，做面屙就係直頭，哇，考啊埋啊！誒，隻穿我同你講，我 direct 囡仔 direct 囡仔嘅 casting 啊。你要 audition 囡仔時，哦喲，我有時我看一集，我看個60 can 80 can 囡仔就退，會驚。哎呦，頭痛哦！哎呀，我 at the end of the day， 我攰住就早起9點看㗎。你係有橋嘢哦，你面對要少橋嘢哦。我面冇橋啊，我攰人橋。你特你正10幾點鐘，你面嗰時就俾解人笑。啊，就是你 audition 時你個無法，你成日喊啦，嗨拜 ，thank you。一邊我一頭，一條一條，我笑出來，嘅笑。I think Gina, Ilang is sense your, you know your. Even though John 啊，你 even though 你調啲entertain 樣啊，伊樣本就係講你是調啲嘅，伊樣本冇 show 路。你話我 professional 啊，我就唔知。professional，你唔是講你無 authentic，你就話你 spend time 嘅嗰陣時，特別你特別在其實你特別 reserve 你嘅 energy。for next kid because 你 let's say 講我一節入面啊，我安尼借 energy 啊，我係學伊人嘅囡仔啦我未使後個 can 用個了串你佢哋我未啊嘛，所以我特別燒掉，所以我計啊 OK 隻句啊 OK 我冇就出咧就出了就嚟我啊，原來我啊，然後我係 reserve 個 energy so that when 第2 can 第10 can 第30 can 入來時我個會有嘅 energy。哎呦，講人講啊！我19歲時啊，我做一個 on call 嘅 substitute teacher for 小學，對人小學。哎呦，慘㗎！哎呦。做咩做講？放西班牙。冇放西班牙就飛來飛去啦，殺來殺去啦，飛來飛去啦。然後我一日啊，我就真起哄啊，我就講：你們啊！再跟我吵的話，就給我罰抄寫200次。那我是代課的嘛，我袂使拍伊人的嘛。我就起床咯，我袂使講喎。
我都爱学伊人嘛，我叫人抄写咯。我会听 Miss Henny 的话，我会听 Miss Henny 的话，200拜啊！我學得 complain 都制哦。你使當劍啊，做善事自然艱苦嘅咯。係咯。大寶佢又批示啊，佢又成樣嘅哦。整兩禮拜啊，邊咧有一個 case 嘛，唔使當制哦。我感覺叫出報咗啊，是唔是？嚇，出報咗啊，條。講下你阿龍講，阿 Miss 講阿龍先。我先講下，出報咗啊，有一個先生，伊拍學生嘛，拍學生咧，伊學生佢手有，就是唔知有幾條痕啊，學爸母學媽媽看到嘛，伊嘛做下咩物件，我唔知啦。但係伊告訴咧，到尾是先生要定報咗，甲伊嘛尋伊走啦 ，apologize 咗，講白刀，就是講伊手後面做。唔是，特別我就會我看咧一片啊，我想起啊，細漢點聲，我馬上我叫學堂啊，一直叫先生跑啊喺度。對。伊無聽話，拍伊啦。當見咩爸母未晒你款你咯，你無識先講有一個學生無識啲拍咗一隻啊。我講王正誒裏面不是成個王正做教囡仔跳舞唱歌，一般裏面有一個學生甲伊小妹咧啊，拍一隻啊，伊對伊鬥互伊媽聽，講邊嚟得來往回的。I mean 有certain嘅物件，我感覺講囡仔甲囡仔做法是真平常嘅物件嚟嘅，伊無講拍佢就傷咗，直接甲伊小妹咧啊，送一隻啊，伊去鬥互伊媽聽啦，伊馬上講邊嚟得好往嘅。我有拄過，你看就人會。少。我講你佢有誠意啊！哇，你 OK 啦，我時候你講嗰陣時，我啲時候我 enjoy 啦。哇，特別我只成我係仔啊！我係冇仔。哎呦，我只誠意，我早起咪你講成咗誠意呢。我早起嚇，一隻鳥一鳥嚟嘛，一隻鳥。一隻鳥，我講聽，一早起啊！伊早起食一頓，下晡食一頓，暗暝食一頓啊！伊早起是要食時哦，伊差唔多未醒時，伊就要5點幾或者6點幾就要學我醒咋。伊即要做咩嘅時候，有時伊行來咧，就喺你邊啊裏邊咧，那時行過去你桌頂，因為桌頂邊啊嚟嚇，去背物件，但實在話桌頂有物件，去背噠咧，รู้啦，你來看รู้แล้วจะไปอ้อ咪嘅，แล้วว่า當時我幾日節咧，後我就我未打呢就ไป愛困啊，我就行去咧走卡，行落樓卡咧就走就撞落嚟，我就每我落走卡就每我計冚起來，嗰時因為冇瞓覺咗，然後伊邊嚟錯啦嘛，但係伊知啊第二節就咪落嚟啦。伊昨天你每日等都看我落一半樓梯嘅落，然後今日即早起咧，我就想講 ，because 你本老啊嘛，10幾歲啊，我講哎呦死我老我特別成日 treasure every moment，所以我先早起亂話。你邊做即係係咪你邊 care for 伊啊啲？是啊，我是想講哎呦，我唔是想講老人，因為成驚咧，是講我是想到講哎呦我。because 你在錄 pet 嘅人嚇，錄當時錄 sleep pet 咧時，你想講，哎呦，你 wish 成日講，我特別就想講，我不單那是伊無意思，我特別想講，伊早起5點幾6點時，我 expect 我是希望伊來亂話咧，還是你在裏邊不要講咩哦？所以我就想啊，早起是 OK 啦，去飼料啦，你話真係成意哦，蠻高興啊！伊講伊馬來嘅事啊，我係爸個馬來嘅事，可較成啊喲 ，because 聽就，要聽我講係媽媽哇，我知嘅就，好驚鳥。我係媽加我係爸，哎呦，伊真正搞，你讓成嘢嚇，伊個較知咋，伊只愛食嘅嗬，伊無來叫我啦，就我爸媽電視，伊是走去找我爸嘅，就走去阿公。就南媽講到對啊，伊講係你合成嘅係你物件。我講話對啊，你講 parents 同兼嘅咧，變了真係濟成隻囡仔了做到 education 無好去掉。我感覺 education 無好啦，是先生是。先生真係 headache of 伊，爸母個寫批來啦。佢呢是另外一個 point 啊，我想被 point 到對同兼 education 這邊啊，這幾十年啦，本無咪變掉。
根本无變。冇變咗，馬來西亞冇變咗咯，馬來西亞就變到慘噶啦。你要想看，唔是干那一邊嘅effective 嘅咯，唔是干那一邊做掉嘅嘢，唔是干那白波嗰邊嘅，正合性吧，education 這邊啊，教育這邊啊，本是全部你是把你學啲嘛？點解人講過啊 ？education，我會講食，我會講到啲嘢。會講到啲one side，咱到厝內未使，唔是學堂嘅使。會講到詞件。咁咩聲嚟？我 email。我想。我想你驚。辣醬雞。啊。你做爸係是安怎嘅爸？哇！阿媽講啊，未使撈伊，未使。你鹹冇呢？我未鹹，我係 treat 我係驚成個 friend 啊。朋友呢？冇 barrier。我覺得我都未鹹嘅。你未鹹咩？我哪使你會？因為我唔知。我哪使你會？我學到啲項物件，我學到這項物件，唔是我有驚，唔是我看到別人我會驚，安尼講我是啲學堂為我學到。我頭先講到對啊，我人馬來西亞讀冊，教這邊讀冊無相，所以我 feel 到嘅物件，所以我也安尼講嘅物件 apply 啲我達到我有驚嘅。特別啊，你若係做爸母是真正艱苦嘅事喎。係啦，艱苦嘅啦。是真正艱苦。Because 你無插，你做安怎麼好？你特別有時成個大媽咧，台灣媽媽講嘅。你夾減人袂advice 安怎家己啊？咱當然聽咱 today show 就知啊嘛。你就話，不然聽是無相人 opinion 就是家己個無相，你是應個家己辦法咧是啊。所以就艱苦啊！你唔使做下面物件好，你冇有人講你做唔到嘅。安尼講咧啦。畢竟是我家己講，我早起來遲幾點呢嚇係立咪。你人飼囝嘅 boundary 是蝦米咧？若是嚟出去啊，阿妹啊，啉酒啊，食藥啊，有你人嘅 boundary 是蝦米？若是你人飼囝。還冇飲酒啊！冇，我若是 OK 啦，講成。我若是無咧，尤其是細漢嘅時間，係你無係一種誒 single life 嘅freedom 咩事？自由，無咧。人無人講，無人有驚輸掉。來，無我，你咧，你家己誒？我家己吼，到當今下本無講會使出夜街嘅，你知啊？你是講嘅呢？你是講你我想講你家己做爸母嘅人會出去 social 嘅，你是講你厝人OK，明白。我哎呀，當今較用了啦，舊年個淡薄。你幾歲今年？25歲。我若啥咧 ，maybe，特別你看個人嘅咯，看追，你爸母其實會看到你開始會做迄個成個較有責任嘅物件，較 responsible。你看你 trust 你無咯？看你可以 trust 你無 ？Zero since day one 。可以 trust 你無咯？特別 trust 也看 common， 你特別 earn 你 trust 無。trust 嘅關係無相，就我嘅 parents 是笑我了。笑。唔是講伊無相信我啊。Nothing wrong about that。我是妹呢。哇！哎呀，唔知咯，看 call 咯，我看我是笑，我驚我是80歲，我甲放伊走。伊80歲啊，我甲放伊。我本是只笑嘅事。特別你無可以去疼掉啊，你無可以去學掉伊袂大漢。特別所以我是 instinctively 嚇，我袂成個
永遠不該讓保護人，特別我再講就是我無學嘅班自己去學啊，伊未考我嘛，所以我不到死嘅時，伊咪是未 make decision 咯，所以我咁晚要較細漢嘅時去學。這人古早人常常聽到人講啊，你家住拍拖啊，但係我無暑假啊，係咯 stop 伊見啊，幾萬起價，你查某差嘛，開始買價你打包俾差，我個咧嗬都真好咗。我嘅表嫂弟咧，伊有捌過一個查某，我較無咁暑假伊啦，因為伊較歹死嘅款嘅。特別我個無去 stop 伊嘅咯，我個可以去 IE，S 第一要件是伊會去對處對曬咧，可以去 IE，可以去甲伊拍拖，可以去拔刀，可以去叫傷，伊個無關嘅。特別伊個來再講一項物件呢，若是我嘅囝甲伊分開了，我囝激死話咧 ，I will be there for him。哦。呢個係point嘅，伊迄個查某落歹本好啦。第二件事我驚歡喜啊嘛，我驚解特別當時我驚無感覺到伊可以撈 ，it's okay。所以我講咁講，我袂使去 interfere 的，因為唔是我嘅 life， 唔是我嘅生活，唔是我嘅 life 嚟咗，所以以後我表嫂弟去舞，去甲伊佚佗，去甲伊拍拖，特別驚要查某是撈伊，查某是無好嘅。係咯，我講即係學一個 idea 講，發生係咪數本好，你對處媽媽有啲嘅。哦。I will be there for you. That's all. That's all. 哎呦，我讀大學時啊，我誒學堂就真濟 international student 咯，是規個 Indian subcontinent 嘅人本看到嘅，Sri Lankan 啦、Mauritius 啦、印度嘅人啦，我係把真驚哦。伊是驚到無人有，แล้ว我嘅 best friend 嗬，一個是 Singapore 嘅 Punjabi， 一個是 Malaysia 嘅嘅啊，แล้ว伊見到係啲惡臭。但是我係怕就學我幾個 guideline， 袂使見啦，袂使 Muslim， 袂使學，袂使你講佢出來會爆頭啊，傻死啊！是啦，好彩啊！我覺得是菲律賓人。好彩 ，actually 現在看開咯，我 feel 到，咱個阿伯教佢哋地步個，咱個 still 有佢哋。咱 society still 有迄個，特別啊，我感覺就那是阿韓的迄個 generation 起啊，你都無插嘅啊，是啊頂，對唔對？我少暑假讀罷了。誒，特別你暑假掉，你只暑假人咧，還是有可能對 sacrifice 較濟啊？我唔知，sorry大家嚟試。特別我每一個啦，即係是講同埋 off topic，但是講有一個啦，你有影你愛就一條，特別伊無關你是食無食，迄個是你一個代志。你拄到遐個人嘅話，佢就無驚啦嘛。因為我有拄過，我朋友是。伊本是教人教人啊，tapi 伊翁無插管伊嘅，個 it's up to you， 你自家，because 伊翁家己本唔是講真啊，伊是家己本好嘅哈。我都過喺度人揾嘅。是哦，特別我若沙係一種係你是 at least 同見話啦，我若沙係你 eventually 無人會迄個問題會較少去啊。成日當今你看 US 咪是成日頂到咱當今成日我看到對啦，咱馬來西亞人 especially 咱成日看迄個當人看迄個皮膚較淡色嘅人成日較 low class 呢。แล้ว我嚟邊我知 because 你在到美國，甚至 still 有個啦，特別伊already 比較馬來西亞嚟講警察就濟啦。所以當今成個 interracial 嘅 couple 時候變做真正普通真係 common 去啊。但變做無你無迄個 stick 無安尼濟 stigma 啦，你有迄個寫安尼唔是寫迄個有咧，特別起碼講咧有咧人 still 有成個咧。咧 extremist 咧 white supremacist 樣個有個，特別你無特別係還是個時候還是看到當人唔是成個咧超正啊嘛，對樣嚟講啊 ，Asian 啊 ，because 樣白是 supreme 嘛，แล้ว成個有咧人特別馬來西亞是當人看，哎呦，如果是當人啊，我較 supreme 過你個另啊，哦，對啊。But eventually in time 啊，我是應該是係你較少嘅 ，because 我當然我看到只隻，因為我嘅 generation 都 already 有成個 interracial couple 啦，特別本是就 go through some struggle 對啦。誒，把這個 topic 啊 ，interracial couple。喂 ，John，what do you 啊？我咪是 inter 啊，嚟講，嚟。
有早我甲一个 Muslim 的，我爱 engage 啊。哇！because 我人大國都叫嘛，伊大 England 安尼講大安尼安怎講啊？大澳。大澳真濟了。了到一直啲英國大啦。了，特別是馬來西亞人啊。伊是馬來西亞人，所以像我無看 OK，伊是蝦米 religion， 我無嘛。你看人。then 問題我甲我爸母講嘅是，伊查某嘅 father 甲我講 ，Are you sure 你 parents OK 無？我就先咯。then 我甲伊人 ，then on the day 我甲伊人講嘅時，伊甲我爸母甲我講一句啦。你是講你甲伊 marry 嘅時咧，你唔是我人會驚。Oh my god! Yeah. Ouch! Because technically it's true 你知哦 ，because 你袂使去拜伊人哦。了你若是有蝦米事啦，你嘅人唔是伊人嘅，你知哦。Because 我人嘅government啊，成個 if like you're Chinese Muslim but you have to have your grave in a Muslim cemetery and whatever， and 你看你屍體都唔係你嘅喎。特別本身買檔咪出師咯。我就奇怪，你諗下刮搞人啊？新加坡點會大起大落？邊個大陣時啊？特別 OK， 你嗰陣時刮一刀你嘛？啊，我是未 imagine 嗰陣時講，有一日我試過一個群亞又好，另外又好，無上 religion 嘅。群啦，嗱，個嚴重啊，冇得未必阿邊 Muslim 啦。especially 到馬來西亞，especially 馬來西亞，係啦，我係爸母講imagine 我做驚，我咁我就 what the fuck？ 係啦，我屬有女嘅 support 嘅，唔使女喺講我講我嘅 hello。我真奇怪咯。有陣我真係試咗時候，我去，你來 marry 嘅時候，你都係去入 course 你知喎。我係 Catholic 我係。course 啊 ，Muslim 是蝦米啊 ，Quran 是蝦米都係去咗，冇。我好彩我嘅成績咧是本是一個 Chinese Muslim convert 嚟啊。哦。then 依家 practical 淡薄，伊唔是。這是到 UK 啊？到 UK 還是到？冇到 KL。哦，馬來西亞 OK。對 KL，UK 嘛，有誒，都係對 KL 嘛。哦。UK 真少誒。哇！所以你安怎咧？你 feel 到你感覺到你咪是只失望咯。I mean 你只感覺做你感覺到你就搬落邊，對爸母一邊了你某還是你 girlfriend 一邊？是咯，對，咪都我本是想every angle 都係想出來咯。Number one，你當係想你驚是變不滅不translate 是安怎？That's number one. Number two, then legal side 咗，legal 是真係 complicated because 是講你是成個你 asset 是講你冇曉呀，你 asset 是搬去你 Muslim 嘅勢咗，冇得搬，這個是馬來西亞 law 嚟係就是。是馬來西亞 law。then 是講你 family 冇咧。伊是本地類像一個 community Muslim 嘅 community 咗。所以你個幾無談呢？伊是無攞這個。但冇拗辦就冇啦。but 伊像zakat 你看咗。按照本咧，伊 legal 是想要 protect 嘅 community 嘅。係。So but there's a way 啦。Before that 咧，都做 view 嚟講。做下咩？你 view？對，你都係做真嘅 strong 嘅 view。對，你 before 你都做都 OK 咯，你 protect 掉咯。對，你都係做 very strong 嘅 ，and then there's a few clauses 啦，你都係用 different type of 像family act nothing to do with religion 啊，你都係用 different 嘅 act
來 counter 伊咯，對 counter。係是，哇 interesting。OK， 咱們小打特別 interesting。maybe 咪一人甲講佢 interracial topic 啊 ，because 我們是 interracial topic。我們是。你給你教我啦，你趙人。OK， 反正咱甲講啦，即係你份咧特別嘅邊度是特乜走去啊？台灣媽媽咯，了解內地上聲，呢部學到名講，了個有青枝咯，青枝啊，你咪佢啊，咱講數紅機啊，另外一個 topic。就俾張博去困啊！我到底做玩咧數紅機 topic 後，你問我走去困啊？要阿準家姐講數紅機先嘅。嚇？你講頭先多必數機啊嘛？講素抄喎。嚇？係咪抄？會使講埋素抄嘅。會使。哇，素豬肉豬肉你響我。會使素㗎啦。伊是講近隻咧。會使。素抄。近隻是鴉片，嗰是 marijuana。marijuana。哦，近隻是 marijuana 嚇。鴉片，我咪講鴉片，乜鴉片係咩？阿片冇啦，我都冇。阿片嚇，對。OK， 等。青枝，條 stroke， 青枝。嚇？你 next episode 是幾啊？冇 next episode 我話佢送機嘛，青枝嘛，咪講嘛，送機了佢被困在點爸爸身體嘛晒。prioritize for 伊啊。青枝啦，海邊啦。感謝咯。你青枝啊，幾大人講啊？幾大人講咩？等陣。我冇聽講了。嚇？就你冇聽講啊？你咪講，你咪講鬼聲啊？冇啦。未見當講。我都當你咩出了。哦。哎呀！不要叫我慢慢講，我看咩出，看咩對。出那個對嚟係咪？慢講。不要見到食乜對係得，咱講 Western food 個可能個。OK。OK。會講啊會。啊會個。OK。我等成講就 switch 咯，可能講了出嚟時陣講了，都唔記講。嚇？已經。OK， 感謝各位聽眾，即係禮拜收聽台灣媽媽青枝蘑菇阿龍阿涵大沙卡拜拜開車林拜拜布拉珍雞個有淡仔走去啊個別店咩啊？高比冰加古靈冰，高比冰個古靈冰個古靈冰個硬藤。嘅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拜拜。等陣 ，before that 每隻物件。Hello。這個 T-shirt 啊，DC 會幾條啊？4月啦嚇 ，OK。我等下咱個吹開先嘅，特別一上機啊。OK。對。Hello。哦，要得啦嚇，可以要得啦。order 啦 ，OK。俾啦。好，感謝。別，我而家吹後點嘅咯，到時。我咪是後點咯。係啦，到時吹到嘅啦。我知。